代理主席，香港寸金尺土，原來咧係唔單止講陽宅，連陰宅都係非常之貴嘅。香港而家咧每年嘅死亡人數大概係5萬人。隨住社會嘅老年化，預計咧未來死亡人數亦都會增加，對骨灰龕位嘅需求咧亦都只會有增無減。由於供應有限咧，但需求就持續增長，所以香港咧出現咗好多同埋唔少嘅私營骨灰安置所。政府喺2017年訂立嘅《私營骨灰安置所條例》規管私營骨灰安置所咧，該構築物咧需要符合一定嘅標準，以保護一眾孝子賢孫嘅安全同埋權益。但係咧，立法以嚟咧，部分未獲發牌但仲係經營緊嘅私營骨灰安置所咧，佢嘅安全環境同埋營運管理咧，都係唔係好理想嘅，一直咧都未能咧成功咧申請獲得發牌嘅情況。唔使講咧，嗰啲未獲發牌嘅骨灰安置所咧，我去過咧，其實幾間嘅有牌嘅私營骨灰安置所，嗰度嘅地方咧狹窄，擺張台出嚟咧拜祭咧就會阻住嗰條通道，萬一有火警咧就會好容易咧造成傷亡嘅。亦都唔使講咧，超賣嗰啲骨灰龕位，每間獲發牌嘅骨灰安置所咧喺牌照上面咧都會定明咧獲批嘅龕位嘅數目嘅。其實今次修例嘅目的咧，係要為符合指明條件嘅2014年6月18日截算前正在營辦嘅骨灰安置所，就提供咧申請豁免書嘅選項，俾佢哋咧繼續以現有嘅受限規模去營辦，以及咧完善咗呢個執法嘅條文，增加罰則，加強咧阻嚇嘅作用。特別係咧將嗰啲唔遵從執法通知、超賣龕位同埋超放骨灰，由以往罰則最高1萬元，增加去到最高500萬元。喺法案委員會嗰度咧，呢一個議題咧都有爭議性嘅，因為咧好少咧由1萬蚊一路提升到500萬嘅，所以咧係有議員咧都係覺得係要有保留㗎。但係咧，我認為呢個增幅咧係合理嘅。點解咧？而家咧每一個私營骨灰龕位隨便都賣20-30萬，貴嘅甚至係8萬、100萬一個。所以咧，我好支持今次政府增加罰則，去到500萬蚊，先至咧有一定嘅阻嚇作用。呢個係最高刑罰，唔代表咧犯法者咧喺個官面前，個官一定就要罰佢500萬嘅。其實佢可以咧求情嘅時候咧，覺得有理據咧就可以降低嘅。所以呢個只係俾個法院嘅一個有限度，係彈性啲去提供俾佢哋可以有效去懲罰啲犯罪者，睇有幾嚴重嚇。喺法案委員會會議上面咧，我好高興聽到咧，政府喺呢幾年裏面咧，致力於興建新嘅公眾骨灰安置所。據了解咧，部分骨灰龕位咧，基本上咧都唔使等㗎啦，就可以上樓，而且價錢咧低至咧2400蚊放20年，即係咧100蚊1年，真係非常之平。只係市場咧價格咧大概1%啫。我明白政府興建公營骨灰安置所咧，某程度上咧係一種福利補貼，但係呢個福利本身咧，同政府推動綠色殯葬嘅政策咧係互相違背嘅。況且咧，而家政府財政緊絀，政府咧應該要考慮下點樣回本。以屯門嘅真咀靈灰安置所為例，2015年立法會文件顯示，政府使咗28.8億，興建咗16萬個龕位，以每個龕位20年租2400蚊嚟計咧，政府只可以收翻3.8億元，即係蝕咗25億元，或者出租夠150年咧先可以回本。呢個蝕本咧仲未計算咧日常咧營運嘅開支，
每年咧清明重陽、警察維持秩序嘅開支，同埋骨灰安置所附近嘅潛在賣地收入。所以我建議政府可以考慮下適度咁樣增加公營龕位嘅收費，幫政府翻啲本，同埋咧鼓勵咧綠色殯葬。另外咧，今次嘅修例咧，只係對超賣嘅龕位作出罰款，最高係500萬元，但未有提出一個有效嘅制度咧去防止超賣嘅龕位。而家市場上面咧有啲風水好嘅私營龕位咧，隨時過百萬，甚至200萬一個，仲貴過車位。如果呢啲風水好嘅龕位出現一定規模嘅超賣情況，犯罪分子交完500萬啊，呢個罰款啊，都仲可以賺大錢，令消費者蒙受巨大嘅損失。既然幾十萬一個車位都有業權登記制度、印花稅、差餉同地租，咁點解價值8萬嘅私營龕位係冇業權登記制度呢？陽宅嘅需求仲有數得計，但陰宅嘅需求理論上係一路增長嘅。政府咧唔加大管理，遲早咧都會更加亂。所以我建議政府咧完善骨灰龕位監管，設立咧呢個登記制度。有咗登記制度，除咗可以保障消費者嘅權益，政府亦可以考慮增設龕位印花稅，稅率定為出售或者出租合約金額嘅3%。根據立法會相關嘅文件咧，截至到2024年11月30日，有59間骨灰安置所申請牌照，涉及約18萬個未出售嘅龕位。以私營骨灰龕位價格平均20萬嚟計算，預計政府可喺短期之內從龕位嘅印花稅就收返多過10億元。假設每年有1萬宗龕位買賣或轉讓個案，每年可為庫房帶嚟6000萬嘅收入。我希望政府認真考慮下我嘅意見，我支持今次修例。本人謹此陳辭。